來過來是勞動部上緊今年的9月就會來展開着最低工資的審議會，每年的基本月薪可能會突破到3萬塊的大關，若時薪可能會調懸到206塊。講安尼一來，餐飲等等的服務業恐驚會面臨更較大的人事壓力。2包閣加上好食的肉排合肉價就完成。早餐店無用做生意，不過當地的經價頭經營的壓力是愈來愈濟，因為人力成本一直在起。月薪也漲上來，時薪也漲上來，原物料其實一直在漲哎。早餐店可憐在哪裡？可憐在你只要調漲，客人就跑。勞動部上緊9月就會召開審議會，簽訂落實。每年上加薪水一個月可能會為29500塊升5%，變做30975塊。一點鐘可能會為196變做206塊。這間早餐店一個月是38000到4萬，原來是真歹找到正式員工，已經到3工改做是主力。目前一點鐘是200塊起，可能買因基本的工資來調整，變做210塊起。傳產它的出口呢沒有這麼亮眼啊，它的訂單呢其實也非常有限啊，但是呢，它現在必須要負擔這個工資上揚。各行各業的薪水是差真多，來看今年頂半年統計數字，經常性薪水的薪水是48981塊，不過超過7成攏無提到是史上頭一屆，代表是少部分懸薪水的族群咧有關整體的平均，那中位數干那39283塊，代表有一半的勞工實際上是領無到39000塊。重新檢討這個稅制，讓這個整個所得分配能夠比較平均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，去強化社會安全網，使所得比較低的族群呢，能夠沒有後顧之憂。AI 快速發展，和台灣出口成長是真好。敢若科技業等少數的產業會當享受經濟成長，其他行業所要擔貴三的物價，要安怎消除分配無平均？後民眾願意甲欠的錢轉做是消費力，延伸少子化的問題，共款嘛是一大考驗。